有啲龍友喺度啊，影嘢。由水管路上。水管路播一段比較密喎呢度。應該可能直升機。橫瀾島啊，後邊做到最高嘅標高柱啊，荊棘滿途啊！大排頂好多漆樹，好多勒。落嚟呢段山路去大漏斗，我覺得要俾到4星佢，最好有牛仔褲啦，有手套啦，有剪啦，係得呢段啫，值4星。4星啊！呢條山線好少人行，好多呢個漆樹、長袖、牛仔褲、剪。係啊！哇！呢條喂真係行呢條包1日喎。大漏斗。完全係4星。今日流水坑冇料到啊！北流仔。哇！分離晒啊！4條友行到散晒啊！
哋食完個麵啊，紫菜麵50蚊啊呢檔，搭6點鐘船撤退啊！哇，今日10公里到啦，但係4粒星啊呢程，4粒星。